几百年了，终于又来到此地了。只是不知当年两教大战之后的遗憾。小心！此子怀有清元、天阴两派功法，手中更有不释出的邪物。若放虎归山，只怕将来造成的杀孽，远远胜过寻常魔教中人。
我犯了什么错？
几个青青小师姐啊？喂，这花开的好好的，你干嘛把它给折了呀？我把它折了是她的福气。你眼睛不舒服啊？你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吗？你知道一个人永远在黑暗当中，永远生活在恐惧当中是什么样子吗？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。我娘说，一个人从出生开始，这个缘分就是一辈子的。有些缘分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。有些人你想甩也甩不掉，就算绕了一条很远的路，他也还是会遇见。你是说想甩掉我都甩不掉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甩掉你。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魔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如果他们非要杀你，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，与你生死不弃。小凡，我这一生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了一个人。碧瑶，你要活下去。碧瑶，小凡。金鳞清脆是血雾，一生总被痴情诉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生。既然不同道，那以后就不要再见了。张小凡，你我现在是敌非友，我劝你悠着点。我喜欢你，碧瑶，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小凡，你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这一切？小凡，你不要怕，哪怕是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
张小凡，张小凡，我知道你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休息，但是时间不等人，有些事必须要尽快去做。强行把我带到这儿来，是想杀了我吗？如果杀了你能让他活过来的话，我或许会那么做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。这一切，并非你我所愿。让我再去见见他。先起来吧，鬼王要见你，有些事想跟你谈。坐吧。带你离开，是免得你留在青云，又遭到他们毒手。必要保护你的心思这么坚决，大出我的意料。这也算是了了他一桩心愿吗？你真的是这么想吗？如果你还顾忌他，就不应该带他去青云。相不相信，随便你吧。这些年，我想着振兴鬼王宗，光复总坛，但我绝不是抛妻弃女的无义之徒。我总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等着我，可是没想到，他还是像小吃一样。这些天我老在想，早知道在胡岐山那日，就不应该放你离开。人都已经去了，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？你后悔吗？我不知道。离开满月亭之后，我一直在做努力，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来青云。就算你们来了，他也留在山下。就算最后他上了山，你也会保护好他，不会发生像满月景的一幕。命运之所以成为命运，就是因为它无可改变。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呢？你死了，我女儿就可以活下来。她到底做错什么了呀？是我的错，该死的人是我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没想到什么？你是没想到青云执掌，正道之尊道玄会用诛仙剑指向你，还是没想到在最后关口，竟然是你口中的魔教护了你周全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道魔教，你都看见了吧？计划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！眼下我只想挽救我女儿的生命，不惜一切，
我可以做什么？你说。我听碧瑶说过，你在空桑山也曾经死过一次，虽然不太相信。也许只有你和我。让我来吧。平阳，你知道为什么好几次你找我要最后一个承诺，我都没有答应你吗？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不答应你，你就会自己想办法好好的活着。这样以后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见面。无论天涯海角，你都会一直追着我，去到这最后一个承诺。其实每一次分开的时候，我都会难过，都很心痛，因为每一次我都知道，你在我心里有多重要，有多珍贵。你以前说过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没有正魔对立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一天在欢愉洞府前，我没有答应你？我为什么不答应你？准备好了吗？施法之时，需抱元手艺平复心神。法术需要足足维持6个时辰，不能乱了心绪。还有希望。有些话，还是等他醒来以后再跟他说吧。好。
是我没有保护好他。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自责了。何况诛仙剑阵一出现，谁都无法抵挡的。如果当初听我一言，圣使，两位圣使，你来做什么？哎呀，圣使，苍松来了，外面人拦都拦不住啊！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乃是天书真谛。在你眼中，再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没有正，也没有魔，心里只有这天地，觉得浑然一体，天人相合，方能预示天书的无上威力。我们打到这儿，鬼王都不敢出现，说明他伤得不轻。只要今天我们除掉他，那鬼王宗就不攻自破了。就知道你会落井下石，苍松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！紧要关头，不可分心。对不住了，圣使，不这么做，恐怕解决不了万人网。我的弟子在外面已经等不及了，就先进护旗山了。袭击圣使是死罪，不用跟他废话，咱们得先杀鬼王，夺取噬血珠。苍松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只老狐狸，原来你没有受伤。对付你们这等小小，绰绰有余。我们走。宗主，现在的情形，你们大家也都看到了。掌门闭关疗伤，如今七脉除了我和你曾师叔，天云在战中牺牲，水月跟郑良伤重卧床，还有苍松叛离了本门。现在魔教在侧，虎视眈眈，我青云就如同风雨之中的一棵大树，稍有不慎，便要顷刻崩塌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不能再靠外援了。所以，你们这些做小辈儿的，要学会打理一些事务。是。于都身居要地，消息灵通，曾叔叔已经返回于都，希望能够探听到一些魔教的消息。天师叔，
你可否有小凡的消息？一无所获。田师伯，弟子有一事需要禀告各位师叔。讲。魔教之仇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如今，正可借这股哀兵士气，侦查魔教动静，主动出击，趁魔教重挫之时，尽量消除他们的残余之力。再不济，也要知道他们接下来的布置，以防敌方有后手，我方被蒙在鼓里。血气师侄，你说的是有道理。可是现在我们手下人手已经不多，若是魔教反扑，门派守备空虚，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？弟子觉得，主动出击是可以的。眼下不管魔教有没有来，青云恐怕都是难以抵挡。而之前小凡在河间使用的计策很有用，关键是，我们要让鬼王宗、长生堂和万毒门互相争斗，成为一盘散沙，这样对我们目前来说，才是最安全的。陆师侄，你刚才所说，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师父水月的意思？师父并没有多说，但弟子认为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正魔之间的仇恨已无法消弭，若再像从前一般处于被动，被他们先发制人，那我们就更难应对了。是啊，而且小凡还在他们手上，不知动静。万一说的是，万一小凡被鬼王宗陷害，又要滥杀无辜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给找回来。好啊，看来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们这些老人家也可以退场了。好，这回就听你们的。多谢师叔。两位师叔，我想到鬼王宗走一趟，刺探一下敌情。师侄，这太冒险了。师叔放心，我曾在魔教卧底多年，再想混进去应该不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小凡的去向。我和萧师兄一起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萧师兄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那好，那你就和我一起去虎旗山吧。陆师侄，你这就前往于都，跟曾叔叔会合。如果能够遇见张小凡，务必让他尽快回来。是。宗主，青龙已吩咐弟子四处搜捕，严加戒备，并亲自去追苍松玉阳子。想必他们暂时不敢在附近游荡。苍松玉阳子二人极为狡猾，青龙又有伤在身，还是赶紧让他回来吧。好。宗主，如今我就要败退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正道和长生堂各派知道您伤重的消息。感谢你协助青龙抵御外敌。接下来，你有何打算？既然来了，也答应过与您结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站在鬼王宗这边。只是我师父他，你师父一时三刻是不会来动你的。你承诺过我，我也承诺过你，日后有机会，定会帮你找到解药的。多谢宗主。宗主，昨夜确有长生堂的人打入鬼王宗，但多是乌合之众，已被我们打发了。宗主，是鬼先生放你出来的？是，鬼先生让我留下，协助鬼王宗。上一次你放走了林惊羽，这一次，让我如何相信你？如今我合欢派的利益已经和鬼王宗绑在一起，您相信我也好，不信也罢。若您还是怀疑我会背叛的话，你就如何？鬼先生到底给你吃了什么毒药？宗主，昨夜平儿替我守护胡岐山，过往之事就既往不咎了吧？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
长生堂的人也在这个时候趁人之危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如今我伤势未愈，一时半会儿还收拾不了他们，就容于杨子、苍松他们多活几日吧。待日后，我自有安排。宗主，续命之术极耗修为，你要早日养好身体，免得再有人乘虚而入。张小凡呢？时间紧迫，他带着野狗前往于都，寻找观星崖灵石了。于都情况不明，他就带野狗前去，万一遇到青云或其他的人，我看不等找到灵石，他就丢了性命。宗主，我曾在于都多年，对那里非常熟悉，就让我过去帮他吧。不管宗主是否相信，我也希望碧瑶好好活着。这一点与张小凡并无不同。天地正道，无边无际；红尘人心，无穷无尽。千载以来，正魔两派争斗不休。青云借上古神兵诛仙剑，大败魔教。然而，历经100年沧桑，正魔再起争端。天音阁普智受邪宝嗜血珠蛊惑，屠尽青云山下草庙村之人，唯余张小凡、林惊羽2名遗孤
拜入青云门下。为报师门恩情，张小凡勤学苦练，长大成人，并在机缘巧合下获得噬血珠与摄魂两大邪宝之力，借此于七脉会武中战胜同门，一鸣惊人。其后，身具青云、天阴两派功法的他，相恋，二人几历生死，一往情深，奈何正魔殊途，这段感情终究不容于世。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正魔大战再次开启，两方死伤惨重。青云道玄祭出诛仙剑，横扫四方，竟欲将张小凡一并毙于剑下。碧瑶为救张小凡，以身挡剑。青云大战以一对爱人的天人永隔告终。张小凡前往空桑山，寻找曾令他起死回生的天地明石，期望能救醒碧瑶。
你在碧瑶身旁多久了？快2年了吧，和你们认识的时间差不多。在于都跟随他的时候，他有常常提到过我吗？天天都提到你。哎，想当初在小环身上下毒的根本就不是我们。我知道，狗爷只是好心救了他一条命，可结果呢？你是个好人。张小凡，长生堂的人。走。师傅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鬼王下手实在太狠，你快去跟着张小凡，说不定可以找到观星崖灵石。我需要那块石头来治疗伤势。那您呢？苍松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快去分派人手，务必夺回灵石。是。过了此地，前面就是胡岐山了。踏入此地须得小心，以防有埋伏。小心！什么人？出来吧。我也是来找张小凡的。张小凡可能去于都了。于都？以前还说魏爷爷收人家一堆白条，现在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这老百姓也不容易嘛。你要行的话，那你来啊。我不来，你赶紧的吧，等着春天发粮食呢。我就说这城主不是人当的嘛！青云门都打成什么样了，我还在这惦记着老百姓开春要发种子、种粮食，急急忙忙赶回来，还被你嫌弃成这样。你能不能说2句好话，夸我2句啊？小环，野狗，小环，可算又见着你了。我和你不熟，你走开！野狗，你还有脸来于都？说，你这个帮凶在魔教攻打青云门的时候都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，真的什么也没做，我只是举着法宝站在后面做样子的，真的。哦，张小凡跟我一块过来的，他让我过来找你们，别动手啊。小凡在哪儿？之前在鬼王宗，现在到城主府了，没想到林惊羽也到了。
此时正在院中说话。他们派了多少弟子？只有你来吗？陆师姐他们正在路上，我和萧师兄先去胡岐山找你。金瓶儿语焉不详，我想你唯一来的地方就是于都了。你来于都，是不是想去空桑山观星崖，复活碧瑶？是。命由天定，我们无法改变。小凡，斯人已逝，你我经历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还是这么看不开？你错了，正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，我才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醒碧瑶。如果失败了呢？你是不是也不会回青云了？当然。那天青龙把你和碧瑶带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不可能再回青云了。虽然诛仙剑穿胸而过的是碧瑶，可是张小凡已经死了。等我救醒碧瑶以后，我就会带她离开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归属任何一派。你入了心魔。什么是魔？你现在所捍卫的一切，终究也有一天会抛弃你。朴志、苍松、道玄，甚至整个正道。手吧，小凡哥哥！干什么？自相残杀啊！这里是于都，张小凡，你还没入魔教呢。就算你入了魔教，也不许在我这动手。
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去睡呀？爷爷，我算不到小凡哥哥的将来，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。孩子，过往之事，命数已定，不可更改。这未知未来未定之术，就算你开了天眼，他想的张小凡是什么命数啊？最难测的乱魔命啊！你年纪轻轻又无修为，你当然你算不出来了。连邪魔都无法撼动的乱魔命，不应该是极强的命数吗？小凡哥哥那么善良，总是保护着我们，还帮了许多人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之前看着6位，还有3位姐姐不离不弃，顾赴黄泉，我真没想到，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竟然比他们还不幸。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竟然要承受比死去还要更大的痛苦？爷爷，您不是常说命由天定，运靠人为吗？你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帮他们吗？是救金瓶儿姐姐用的禁法，还是我的天眼之术？怎么样我都可以，无论我损耗多少寿命，我都可以。哎呀，傻孩子，你忘了你那天在黑石洞妄动天眼之术的结果了？你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窥探天机，逆改天命，那是要承受天道怒火的反噬，其结果比现在的情况它严重的多的。那怎么办嘛？听我说啊，爷爷呢，虽然没有你卜算的天赋，但我终究活了这么久，对吧？阅人无数啊。虽说那张小凡命途坎坷，劫难不断，但我总觉得他气运非凡。或许他能够凭借自己坚韧的意志和本心的善念化解此劫。再说鬼王都答应他了，他一定能有办法救活碧瑶。还有曾叔叔他们从旁相助，这一切一定会有转机的啊！喏，拿着。这是？以后我要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看你这脸白如纸、生不如死的样子，是多少日没有合过眼了？碧瑶还在等我，我没多少时间了。小凡，你不要太执着了。当日要不是鬼王宗来攻打青云门，碧瑶她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我外公去世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要更好的活下去才对。小凡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只会陷入自己的心魔。修仙修的是什么？修的就是豁达，修的就是天人合一。你连生死都看不开，你还修的哪门子仙啊？你不懂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。得过且过，能放下的都放下，不愿用所有的希望去争取，所以才害碧瑶落得这个下场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在幻月洞府前的那一天，我不顾一切跟着碧瑶离开，也
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其实你说的，我都明白。要是我换成你的话，可能我也会这么做吧。其他人呢？还有谁来？雪姬他们也要来吧？也许再过几天就到了。好，明天我就带着野狗离开，免得再生枝节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倔强了？等大伙儿一起到了，商议一下不行吗？鲸羽今天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再跟他这么赌气下去，除了伤害自己的兄弟，还能做什么呀？这青云一战，鬼王居然临阵脱逃。我本身就伤势未痊愈，爱上鬼王这一招，已是伤上加伤。这次要不是你在，恐怕我这条命也要交代在鬼王宗了。总坛各脉本就是同气连枝，出了事情出手相救，这是应该的。只是你兽神之血饲养血虫已久，体内的经脉极其不稳定。不过，我们只要拿到了观星崖的灵石，再配以太阴血阵，我相信你的伤势完全是可以痊愈的。这样你也不用担心了。只怕张小凡受了鬼王之命，必定要找到灵石，而且这鱼都又都是他们的地盘，一不小心，这灵石就会落在鬼王的手里。是啊。哦，刚才我在外面碰到了梦姬，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让他带领弟子们守株待兔。这样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我也会暗中尾随，伺机出手，一定会将灵神拿到手的。有劳苍兄。哪里哪里。想不到万毒门还有这么一个窝点啊！我和碧瑶就是从这里逃出来的。我记得我们慌不择路，后来就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。在之后，我们误打误撞，才掉下了观星崖。张小凡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快走。碧瑶，张小凡，张小凡，快走吧，鲸鱼也知道这个地方。哦哦，又是你！你先走吧，我拖住他们。快去呀，救少主要紧，快点！走。张小凡呢？
好了，一己之争都先放一放。之前师门有难，蒙焚香谷高义鼎力相助，足感盛情。师弟师妹们，我们切不可因为一点小事，影响了正道中人的和气。这还像句人话。我们呢是来找张小凡的，他人呢？你找小凡做什么？叔叔，张小凡是否已经来过于都了？没有啊。那我们怎么会在附近抓到他呢？我问你，张小凡来这儿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他和你们魔教勾结在一起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人呢？说！师兄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用点刑，看他招不招。看来我不用刑，你是不肯。回来了，碧瑶。我一直都在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我们曾经来过这儿。是啊，当初我们追踪血红蜻蜓，被毒神的人追杀，然后就逃到了这个洞里。要不是我们掉到观星崖，我就没有办法复活你了。可是，你现在却不在我身边。小凡，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。
歇一歇，歇一歇。秦无言，怎么是你？鬼王怕你只有野狗跟着，万一青云门的人追上来，你招架不住。哼，就算我招架不住，也不敢请你毒公子帮忙。张小凡，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的身上才负有责任，也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为了他的死而难过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这么想，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毕竟复活碧瑶是鬼王的心愿。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，反正我也赶不走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跟我决一死战吗？找到关系衙了没有？正在想办法。那你慢慢想办法吧。恕我讨嫌提醒你一句，续命之术只有7天，从鬼王宗来的路上耗去了1天，昨日你在余都耽搁了1天，今天晚上一过，就只剩下4天了。哎，你快点走吧，跑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回来了。我之前都跟你说过，你怎么还那么多事儿？他们人呢？你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呀！别想太多，谁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啊？这都是出去找人了，府上都没有人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上哪去？必须找到张小凡，我得告诉他一声啊！你看到小凡哥哥，你跟他说。哎，算了，快说呀！你要看到小凡哥哥，你就告诉他，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。如果是没有办法，什么没有办法？要不是李寻打岔，早就找到关星衙了。什么正派，一群混蛋！好了好了，你快走吧，你躲开他们点儿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哦，好，小心点儿。你会想我吗？哎呀，你快走吧你！哦，好，走。在满月锦那天，我就已经猜到，终有一日，他。听听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一种异化后的蛊虫，我师父用兽神之血稀释后炼出了这些蛊，再让他们去寻找带有灵力的事物。当这些蛊虫吃下一些带有灵力的东西之后，兽神之血便通过对灵力的吞噬，
在这些蛊虫体内自行修炼，最后把它们炼成丹药，再让人服下，促成兽神替身的诞生。那这么说，观星崖上的灵石，也是因为它充满灵力，才会吸引到血蜻蜓去找。应该是。我有办法了。